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個仔好啦，我都係第一次喺教會講見證，大家包容下啦。好啦，大家好啦，唔知有冇聽過符碌不過三呢樣嘢？係啊，冇聽過唔緊要。意思咧其實真係通常就話好彩咧就會過3次嘅。咁我講下點解唔過3次咯。咁啊，首先第一次啦，咁發病嘅時候咧，咁佢哋嘅行程咧前一日同埋後一日咧都係喺山區嚟嘅，即係距離醫院咧其實係好遠嘅。咁我話第二啦，柳州市人民醫院咧喺全國心臟科咧係排行第3嘅。咁意思即係佢哋係可以提供到完善嘅器材啦，即係例如啱啱講過嘅人工心肺啊、IAPP 啊等等，同埋好有經驗嘅醫生。第三，咁啱我又喺香港啦，就4日就要翻澳洲啦，就唔使特登咁樣翻嚟喺交通上浪費好多嘅時間。咁啊，淨係要坐高鐵上去柳州啦，咁啊節省咗好多時間。咁啱咧，我阿媽媽咧嘅普通話嘅能力咧就係0嘅，只有我先可以溝通到。咁啊，而且我第2日咧就已經可以同醫生去討論點樣去治療啦。第四，咁我爸爸入院嘅情況係清醒啦。咁根據 AI 嚟講，其實佢嗰個狀態係未算最差嘅，因為如果佢心臟停咗啊，生還嘅機會率就好低㗎啦。咁啊，到去到做晒醫院檢查啦，咁啊手術室又有位，咁佢就可以即刻入去，因為呢啲時間係控制唔到㗎嘛，手術室唔係話有就有，咁啊佢就可以即刻做。咁啊最後，咁啊啱啱好咧又買咗個旅遊保險喎，咁啊70歲之前嘅賠償咧就有100萬，咁啊佢啱啱69歲夠稱，咁啊同埋保險上面咧佢嘅醫療運送咧都係無上限嘅，即係假設佢可能要飛機啊或者高鐵咧，佢都係唔需要負擔任何嘅嘢嘅。咁啊，我當時咧對上帝係好有信心嘅，佢係唔會死嘅。咁啊，上帝因為安排咗咁多啟示咧，如果佢要死咧，佢嗰晚就死咗㗎啦。我哋上去柳州幫佢收屍嘅啫。好啦，咁啊完咗手術啦，咁就喺 ICU 嗰度住咗7日。咁佢啲儀器咧，哇好多㗎，多到6神合體咁樣，全部插晒喺身體上唔同嘅部位啊，腳啊、頭啊、手啊，全部都插晒嘅。咁啊，我只可以求神去醫治佢啦，因為我咩都做唔到啊嘛。咁啊，醫生就話啦，人工心肺觀察係7到9日，而咁啱第7日佢就可以查除咯。之後一步一步移除唔同嘅儀器，咁啊先去到 CCU 心臟科啦觀察，然後再去到普通病房嗰度進行康復。咁啊，我透過 AI 睇翻嗰個醫療嘅報告，原來60歲以上人士心肌梗塞導致心肌壞死入到 ICU 咧，佢死亡率幾乎係100%㗎啦。就唔單止係 AI 嘅，就連我一個護士嘅朋友，佢都有講過。但係因為我哋對神有信心，聖經就話啦：你的信救了你，就係我哋嘅信救咗佢。大家弟兄姊妹都有一齊為佢祈禱，我都好多謝大家。但係喺神嘅恩典咧，唔係淨係令到你唔死嘅。咁啊，就連佢康復路上咧，都係跑贏唔同類型嘅患者啦。至今已經過咗2個月多少少啦，佢應該可以正常運動啦，正常生活。就算要進行最大心率60% 嘅有氧運動咧，佢都可以做到10分鐘。只有神嘅大能先至可以做得到。呢啲都係喺上帝喺我爸爸身上作嘅大能啦。跟住我又講下我今次喺我身上經歷咗啲乜嘢。咁啊，之前講到符碌不過3啦嘛，咁啊數下都好多啦。大家都知啦，可能我係嗰個健身人士啦。咁啊，做運動咧最緊要咧就係食、瞓同埋操練嘅。咁而喺柳州嘅飲食咧，主要都係啲螺絲粉啊、高油高鹽、好鹹又辣嘅，好冇用、冇益嘅食物。加上我自己又唔食辣嘅，但係偏偏神就安排咗一間海南雞飯，好乾淨嘅，就喺酒店嘅附近。白飯又任裝又平，蛋白質又夠。就算喺第3線嘅城市咧，我都可以買到一啲運動嘅蛋白粉啊，俾我可以繼續訓練咁樣啦。而喺瞓嗰方面咧，感謝神俾我哋揾到一間好好嘅酒店，好平，因為我哋都住咗成個月啦。咁如果嗰個酒店嘅費用太昂貴，都係唔係咁好嘅，但係好平，120蚊晚，仲有洗衣唔使錢嘅。最緊要咧就係行去醫院只係需要5分鐘嘅路程嘅啫。我人好憎行路嘅，澳洲一定係揸車㗎嘛。咁可以留翻啲腳力去操腳，所以我嘅睡眠質素都係非常之好嘅。
咁啊，最後啦喺柳州嘅健身房咧都係非常適合我嘅訓練，令到我嘅訓練唔會中斷啦。其中係一日咁，我爸爸佢要由 ICU 轉院落去 CCU 當中，咁啱就喺我訓練嘅過程嘅路上就完咗啦。咁我唔使特登練下又停，咁啱我就喺架車度就同司機講直接去醫院啦。你諗下，上帝就連呢一啲嘅細節都無微不至。所以出得嚟行咧係講個信字嘅，就係信耶穌啊！祝福大家，希望大家要繼續對上帝有信心。多謝。